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9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特殊代，头先就来报现在。国内伫今日增加11974个本土病例，另外这快筛检验这实行了后，民众手会爱上班的民众，卖完隔离时啊就袂无。本地5月初因代替拢无火车，不过代替明仔载中昼会公布临时班表，关键上全台湾拢区间车只是车班有较少。南海公路经过13年修复，5月初一专线要通车，高雄达古嘉cent饭店房间已经搬到8月去啊。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1974个本土病例，其中伫新北市犹原是上严重的，有4000多例。目前咱国内已经有10万人染病了，而且伫今仔日有增加30个中重症患者，这当中有2个人死亡。另外，指挥官陈时中也讲，这疾管署长张志豪的秘书咧伫确诊，所以伊周志豪无来记者会，是因为当咧隔离。台北车站大厅疫苗注射站排满拢是人，采随到随处服务，袂少人烦恼讲本土疫情搁再拓开，赶紧来做疫苗。听到专家说打疫苗就是可以预防在得到之后不要有重症的现象，所以就是还是选择相信专家的说法。民众烦恼毋是无原因的，到拜五新冠本土疫情新增加11974个本土病例，搁创下一天确诊的新冠，其中新北市超过4000，台北市2000多例，桃园市也将近2000例，总计过来确诊人数超过10万。另外也新增加30例中重症，年岁上细汉的是10多岁，国小的查某囡仔，无注过疫苗，当中有2例死亡，分别是80多岁甲50多岁，拢是男性，有慢性病史。从80多岁的男性跟50多岁的男性本身都有慢性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史，或者是有合并肾脏病史那这2位都是有这个长期卧床的一个情形。对着网络谣言指出注射疫苗无路用，也是去画掉。指挥中心讲，以今年总计189例中重症的患者来看，有3成是完全无注过疫苗，无注疫苗的中重症的比率也是较悬。未接种或者是未打满2剂的这个民众出现中重症，整体的这个从人口上面的比例来讲是会比这个打满2剂3剂的来得高。有疾管署长周志豪无出席这个疫情的记者会，引发外界关心。但是中讲，周志豪秘书第2被确诊，虽然伊检查是阴性，不过随伫办公室进行特殊隔离，即阵身体状况良好。周志豪也正做5月防疫的头一个特殊隔离者。中午他有先验过1次快筛，然后阴性，然后再做 PCR。那我们所匡列的9公楼匡列的，他办公室周围的人也都是阴性，那不过也都进行居隔。另外，台南市长吴伟铁也因为27家确诊者共到食饭，特殊隔离到30结束，加在检查是阴性。另外，指挥中心伫9甲外送员工会开会达成初步共识，包含考虑成立外送国家队，邀集金管会讨论扩大电子支付，并且禁止外送员送物件到病院内底。另外，喙内会检查试剂，考虑市场有需求，但是中表示，中期病院进行100人次比对了后，技术性资料无问题，10月4应该可以通过。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实行这快筛检验这第2天，各地头犹原有真济民众去排队买这快筛试剂。不过这快筛试剂是无逐工进货，平常时爱上班的民众，对咧卖完讲这拜6礼拜根本就买无。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政府会赶紧安排，也呼吁民众唔通囤货，真正有需要才去买就好。加广告搭伫门口，清楚通知民众，快筛试剂是暗时8点开始卖，请家己排队。这是伫台北市松山区的健保药局，因为指挥中心无限制卖时间，为了让上班的人会当买到，决定暗时开始卖。其实现在的上班族跟通勤族其实是最需要使用到快筛的。那为了因应这个需求，我们特别开了晚上的一个快筛领取的时间。快筛照名卖，开始卖第2天，湘北地区也是真侪人排队要抢买。像这间伫中山区的药局，透早9点才开始卖，才过10分钟，配送的78人份快筛剂已经全部卖完。预备怕万一那咳嗽啊怎样啊塞一下。这边应该有12家药局，但是我去看了，有些没开，有些是要到下午1点钟才开，所以说我只能说再等到下午1点钟再来排。
即届加用快筛试剂照明码，全台湾有卖健保药局，佮加增开卫生所，拢总4964间。根据健保署的最新资料，全国已经卖375020份，卖完的间数有4066间。快筛试剂无亲像喙暗照明码，会逐工进货。毋过上班族拜六才有休困，药师工会要求应该依照疫情日区分配无共分量的快筛试剂。快筛的数量基本上是都不够卖的，但是这样面临到就是明天就已经没有货可以卖。那在指挥中心原来的规划，周日本来就没有增加新的配送量。昨天41万剂，还有剩3万多剂，这都很不简单。今天政府会继续配足快筛试剂，请大家也不要囤货，大家有需要才买。其实，伫顶礼拜5日疫情升悬，国内快筛试剂无够的时阵，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就宣布要捐1000万组欧明认证的快筛试剂。啊，不过最近食药署回函讲，这快筛试剂是中国做的，必须另外向经济部国际贸易局提出申请。和杨志良真不满，伫早起召开记者会。他说：第一个，欧盟自己认可的不可以，除了国产以外，你进口的快筛剂是从哪一国进来的？多少钱？数量多少？这个很合理要求。但是中是讲，只要是对华做的产品，经济部拢会进行评估，而且无论为倒一个国家进口，只要准备好规格性的技术性文件送到卫福部，经过审查资料了后，就会当通过，这无什么问题。规格资料已经实施真侪年啊。记者综合报道。昨政府宣布讲，这囡仔的 BNT 疫苗5月就会送到位，6月进前就开始要来注入。所以一寡县市认为讲，安尼害因进前的意愿调查过乱去。不过有家长认为讲，加一项选项本正就是好代志。如果同意，那就勾同意；不同意就勾不同意。好，那如果勾同意的话，你要再勾一个，就是你要施打的方式。它有2种，一种就是我们在学校打，那另外一种就是你的家长把你带出去外面的诊所打。台中市的国小2到10名发放疫苗注射评估意愿书，老师详细向学生来解说。不过家长中间听讲 BNT 要来啊，大家拢想要观察，等一下。我会先观察。怎么说？不，疫苗打了，我们大人都不见得受得了，更何况小孩子，所以应该会先观察看看。即阵6都儿童注射莫德纳疫苗的时程，台北市确定5月15开始注，台中有定5月11，高雄是确定5月12，针对偏乡甲特高学校先注，其他新北、桃园、台南也未确定。不过中央28宣布，儿童 BNT 疫苗5月会到台湾，6月正常就开始注。台北市府批评，互原本规划拢乱去，直接冲击家长互囡仔注射莫德纳疫苗意愿。不过学校这方面甲家长这方面是乐观其成。目前还没有很多的家长来询问，但是我相信一定许多家长本来没有意愿，或者是他在第一次没有填的，应该都会再填。不同的疫苗，那对于家长来讲多一个选择，我觉得都是好事。儿童疫苗政策一直差，疫情呈现指数型的爆发，也一直烧入各地学校。台南永康国小早起向阳接到教育局通知，个案暴烈已经达到10个班级停课标准，然后提早伫中岛放学。匡列的学生数量就读班级已经达到法定的标准10班以上，所以按照台南市的暂停实体授课标准，从今天下午起暂停实体授课2天，然后这2天会进行学校的清消。学校中昼，予囡仔食饱了后，12点40分统一放学，并且呼吁家长暂时莫予囡仔到安亲班。停课期间会以线顶同步加自主学习方式来授课。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到台北市伫今日有增加2700人确诊，市政府为着卖互这 PCR 体检的量能帮盘，对明仔载开始7个社区体检站，未搁再提供这免费的 PCR 检，一定要快筛阳性的才当去。另外，市长郭文德认为讲，这快筛阳性了后来做 PCR 的确诊率有到88%，呼吁爱甲这快筛阳性当作是确诊来处理。不过指挥中心回应讲，安尼做会有法律的问题，而且可的人也愈多。台北市副市长吴珊珊2到下晡去台北市联合病院社区体检站视察快筛阳性列车通道，甲一般急诊分流。台北疫情滚价，电子 PCR 体检的量能是叫要制载袂调，所以台北市7个社区的体检站为30开始转型，提供快筛阳性的民众来做体检。以后快筛阳性在我们的公费筛检站，我们就会慢慢陆陆续续让它变成快筛阳性
好，你如果没有症状的话，你就来这边，直接在这边做 PCR， 不要再挤到医院的急诊区。台北市日到新增加2702例本土病例，社区体检站验出来阳性率是超过13%。台北市长高文哲讲，确诊者增加的速度，若超过 PCR 体检的速度，出来的人数，恐惊是检验报告也未出来，看落较少。根据台北市的统计，快筛阳性的人做 PCR， 阳性率有到 88.57%。高文哲甲中央话讲，爱甲快筛阳性看作是确诊。一大堆不需要做的都来凑热闹，你知道，会把我们这个筛检站击垮掉。其实说快筛阳性的，在现阶段应当要视为就是 PCR 阳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产生一层这不是确诊的人，而被当作确诊的病人，然后他旁边因为他是把他当作确诊，虽然他不是，可他还是要匡列其他的人。那匡列的人也有居隔等等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但市长表示，无考虑用快筛来取代 PCR， 安尼会有法律问题。用准确度9成的工具，限制1成的人的自由，安尼并无适当。另外，台北市府下令500张病床以上的病院，第1个月初8进前，都要甲15%的病床刷出来，才做是防疫专责病房，提升重症医疗的容量。你不要以为那个病房说他防疫专责病房贴个标签，但是马上就变防疫专责病房。里面的通风设备要改，还有一点里面原来的病人也要搬位置，没那么容易。另外，台北市府嘛持续招募基层诊所医师来协助远距离的医疗。针对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确诊，高文哲甲黄珊珊是采取以快筛代替隔离。因为台北市府嘛为5月初2开始实施分流甲居家办公。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看线，咱来看到新北市，新北市今仔日有增加4095个本土病例。市长侯友宜表示，最近这社区体检出来确诊比例是一直的正悬，强调确诊人数会搁再增加。另外，新北市昨有发出3800封简讯出去，让这确诊者去写这疫情调查资料。不过，这网络连接点入去，却是一张女性相片。侯友宜表示，已经启动调查，若准是故意扰乱者，一定会当处罚。我们已经立即启动调查，故意篡改、恶意传播，一定采取重罚。新北市2月开始家己写疫调，结果简讯网址互人创空。新北市长侯友宜讲重话，因为有民众甲简讯网址倒算第3英文字，为大写 I 改做小写 L， 若做点入去改过的网址，敢会当看到一张查某囡仔的相片。那这位民众呢，把这个别人的简讯截图以后，又输错了英文数字，如果是一个恶意的篡改，最高可以罚300万。因为新北市确诊的真济，未过电话疫调，只是发简讯。确诊者收到新北市卫生局发放的简讯，再个点入去简讯点关的底网址，直接写相关疫调的资料就会使。目前拢总发3800封简讯，已经回收9成，剩1成，已经发出第2封简讯。若做无回传，会主动佮联络。侯友宜强调，新北市也是新冠疫情真严重的所在。29佮新增加4095例，目前居家隔离列管人数30628人，累计居家照护者有12247人。不过看到最近社区体检站阳性率已经渐渐升悬，短3天为个位数升悬到双位数。所以我们社区感染力仍然一直在往上窜升，确诊数还会往上再走。基隆市本土确诊也阁新增加605例，而且学生的案例也一直增加。5月初3开始实施实体甲远距离拢有的上课方式。幼儿园的部分比较不适合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这个融合式的这种上课，就不要到幼儿园。基隆市长林佑昌表示，目前全校停课有12间，包含5间小学甲7间幼儿园，部分停班的学校有72间。记者综合报道。这个防疫保险单最近是有人配到冤家牛济，不过有民众因兜呢一口罩4个人就买16张的防疫保险单，落尾规家口仔拢来确诊，会当领到160万的这理赔金。民众三钱买这保险单造成混乱，不排除未来会限制这投保的数量，金管会保险局也会加强管控。国内确诊人数一直升悬，民众抢买防疫的保单，惊讲万一确诊会影响生活。会啊，我们会有想到啊，但是如果遇到了要被隔离，还是要被隔离啊。买了一个新的哦，是。对，可是新的这个就是变成说，它只有给你确定有确诊的
才会有理赔这一块。对啊，可是对自己也是一个保障。不过有财经观察者指出，有人一家死的人买16间的防疫保单，最近确诊了后，估计赔偿金额就160万。最早的那几张保他们都有保，然后后来又续保啊，然后所以他们现在是确诊，人家都确诊嘛，然后所以他们自己算是应该可以拿到160万。我会买这个东西，我也只是觉得说，我只是不希望有这个东西产生，然后会造成我生活上的困难而已啊。有民众无赞成这款的做法，也呈现袂少防疫保单乱用。保险业者指出，防疫保单规划拄开始的想法是要来分散确诊了后收入中断的损失，理赔金是要用来补偿暂时无收入的风险。虽然依照契约也是爱赔，不过保险公司除了把这款的商品给收起来，未来无排除推出的保单拢会加设投保张数这个限制。而这个财经学者是表示，应该把这款的商品建立完整配套做法。把我们的一些规定规则定得更严细一点，定得更严密一点然后我们来限制，比方说我们的理赔上限啦，还有你购买的张数啦，像这个方式的话，其实还可以透过一些行政规范来达成。学者表示，民众应该把保险的心态设定正做转移风险，业者这边嘛爱建立更加周全的机制，加上保险局的管控，避免乱用。另外，这边开始做的儿童疫苗相关的疫苗险，虽然成本度真悬，不过因为风险相对较低，即阵只有一间业者推出这个商品。未来市场的做法，即阵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对了，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铁企业工会要发起5月7日劳动节无要加班的行动。台铁虽然之前有宣布讲，这5月7日是无火车通复坐，不过这交通部长王国材证实，明仔中昼会公布临时的班表。原则上全台湾拢有区间车，只是这车帮有较少挂。台铁产业工会是搁再呼吁交通部，唔通干那想讲这火车有开就好，应该爱看重安全的问题。台铁伫台北火车站入口放告示牌，通知旅客5月停开，应转坐相关资讯。另外，在自动卖票机也打出广告，5月迄天暂停卖票机的服务。另外，对4月30开始到5月7日3天的连假的期间，已经买票旅客拢会免费来退票。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5月迄天台铁开出少量的区间车，也是希望会再提供铁路试运的服务。他希望说全岛每一个地方都有7000车的服务，但是班次非常的少。只是一个象征。调配我们不会用2线这一线就纯粹用司机眼然后这个我们2线的部分是等于说他们的教练一样我们会用双人乘务。对着有台铁员工伫社群网站反映，台铁主管要求5月爱加1点人来出勤，也讲若是无上班，可能影响未来调节。王国材表示，应该爱尊重员工的意愿。伊表示，5月开出的列车会是相当成本的方式，以司机员来配主管的方式来服务，会伫4月30公布班表。请交通部不要再过去重蹈覆辙。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普悠玛事故的时候，就是因为人力的缺乏，那让2线支援1线，不是只有火车能开过去就好，而是要能够安全的抵达。非常依赖火车的东部5月迄天，主要车站拢有类火车客运服务旅客，班次拢公布伫台铁车站的大厅，袂少旅客拢已经知影讲迄天火车无开，要家己的备案。自己开车啊，自己开车，就不会选择火车这个选项嘛。如果是很合法的去争取，我觉得是可以同理的啦。公路总局统计，5月7日迄天，公路也是市区的客运会以现有路线增班疏运，会加开超过3500班次。对着台铁无度提供服务，增开的类火车临时路线12条，总共716班次。旅客用伫公路客运及时动态资讯网查询。记者综合报道。南海公路经过13年的修复，5月7日要全线通车路。有真侪游客知影这个消息了后，拢想要拼入去看卖。和高雄、六股甲新一寡所在饭店，因的订房率虽然正悬，不过其他的地区咧，这观光产业确实受到疫情影响，生意变甲是真歹。尤其轻松进温泉，5月连假前一天，那古堡内袂少饭店甲民宿，1个月前早就互游客订了啊。为着赶伫5月7日南回公路专线开通迄天，来先看沿路的美景。平日的住房率的话是3到5成左右，那假日的话我们都几乎全满。
对，那如果需要订房的话，必须要提前1-2个月。就5、6月会比较热，那可能会比较少来。那因为南横通车的关系，可以到台东，所以可以在这边住宿1个晚上，然后再到台东哦，所以我们这边的住房率就大增。因为疫情的打击，各地观光又搁落落来。不过中段13年南回公路总算全线开通，和高雄六股甲线这个所在的饭店民宿订房一直满到8月，工作人员无用送备品到各房间，准备迎接来大游客。当地人都希望通车会当带来旅客，和商店甲观光业重新收入起来。没有通车享受就是很差很多，没有客人，很少客人了。现在希望通车客人比较多啊。南回公路会当为高雄山区连通到台东，较早是游客为西边入去东部的要道。2009年，因为莫拉克风台中断了后，沿路已经互游客真思念，望赶紧通车。山南啊，安尼慢慢起来，慢慢起来，安尼起来哦，迄感觉有够好。我足期待。我朋友嘛，你来讲，若有伊嘛要组团要来去行一转。南回通车后，沿路的观光业者真欢喜，各商店也拢有提供伴手礼优惠，要吸引游客来消费。希望会当伫疫情影响下，因为通车互观光颠倒成长。记者综合报道。这厝买袂起，绝对唔是少年人唔表示。国泰集团公布今年第1季全国房地产指数，全台湾7大都市新建案平均一坪就爱到43万，是有史以来上介悬的计数。其中台北市平均一坪是106万。房地产专家也预测讲，这6月中银行理监事会议可能会搁再讨论这压厝价新措施。房地合一税呢，它造成说短期持有的房屋呢，这个店头都出现卖到断货的一个说法。政府推动拍炒房，去年7月份开始实施房市合一2.0，为了避免短期交易防扣档税，条件较好的中古厝出现无地买的情形，这资金都流入去新起的厝，进一步加悬新建案的厝价。直到今年第1季啊，这个买气热络的状况还是没有减缓，也间接导致了房价大幅度的飙升。因为对建商来讲，房子卖得动，当然就涨价嘛。因此呢，目前的涨幅是比较剧烈一点。根据国泰集团公布2022年第1季全国房地产的指数，全台湾7大都市预售厝平均一坪已经起到43万2500块，比去年成长27%以上，创下历史新高。内底阁以台北市平均一坪计价是上贵的，已经超过3位数，一坪起到106万4000块，一年起18%以上。新北市、桃园市一年起的幅度嘛超过2成，另外新竹县市一年起上济超过47%。台中市、台南市甲高雄市平均是起24%至33%，7大都市的厝价是悄悄拢起。在未来半年，整个不动产市场景气比较趋向于谨慎，在目前的这个买方上会显得比较观望一点。在87% 的一个民众认为，对于房贷利率的忍受的幅度大概是在3码以内。房市的热度要烧袂退。中央银行公布3月份全体银行房贷存的钱要9条，土地融资甲建筑融资存的钱有2条8800多亿，拢创下历史新高。中央银行2月公布3月份理监事会议的记录，其中有几个理事是真关心厝价悬的问题。因认为讲国内厝价累积起的幅度已经是全球排头前的，还阁推动选择性信用管制来压制炒房。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中国自备新增加15800人确诊，有97%拢伫咧上海，也那北京是有47例。不过，中国这款硬要甲病例数总清调做法，引起有人甲伊质疑。中国官方是强调讲，因控制疫情的法宝就是这款，也因为因这疫苗注射率无够悬，若准想要加这病毒降存者，可能会害因的医疗体系规个崩盘。社区内底要持续伫咧做 PCR 的体检，若是无法度出门的，防疫人员会直接到厝做体检。中国政府坚持清零，甲人民持续做体检，若是验出阳性，就会直接送去饭床病院。这个伫上海食头路乌克兰籍的女性，因为确诊红送来，甲4000人做伙住伫咧饭床病院，已经10外天无法度洗婚书，嘛无法度甲外界联络。There are no showers here, and we're not allowed to receive any parcel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互上届无法度接受的是饭床病院24点钟拢无咧关电火，嘛互限制自由。伊讲伊身心的状态是愈来愈恶化。We don't know when we're gonna leave. 强制体检隔离甚至是封城，中国对抗疫情的做法引起袂少质疑甚至是抗议。不过官方也是坚持动态清零，
而且认为讲这个方法是上介好的选择，是一定要做到到的。发现一起，扑灭一起，路子是对的，效果是好的，是中国防控疫情的制胜法宝。中国官方讲，动态清零袂因为每一个所在情形无共，就来做调整。因坚持全国的政策都要朝朝统一，避免有地方的疫情失去控制。也若去互问到敢有可能甲病毒共存，国家卫健委讲，国内60岁以上的民众疫苗的注射率已经有超过8成，不过因也是感觉无够。如果采取与病毒共存的这种所谓的躺平的策略，那么医疗卫生资源将会面临着严重挤兑的这个风险。根据4月2日统计，中国新增加的本土病例拢总有15688例，上海是占上济，有9.7%，北京疫情嘛当伫咧拖，较真的有47例。国家卫健委讲，这2个所在拢是特别大型的社区，疫情的管控是加真困难。不过，佮讲北京会当为上海防疫的经验学到的，都是爱甲时间来招标，策略都是愈紧愈好，伫上短时间内甲疫情压落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昨暗，联合国的秘书长古提瑞斯有甲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会谈，结束不偌久，就传出这罗西亚军队搁在发射飞弹，其中有一粒是击着一栋公寓，上无有3人受伤。另外，世界各国是继续援助乌克兰，美国众议院通过着乌克兰版本的国防租借法案，美国总统拜登也宣布，美国在追加美金330亿帮助乌克兰。暗暝建筑物火砰砰倒，警消人员接到报案了后，时刷就赶去现场拍火。28俄罗斯基辅发射2枚飞弹，其中有1粒击到主体大楼，上届少也佫造成至少3个人受伤送医。因为俄罗斯发射飞弹的时间点，就经伫联合国秘书长和乌克兰总统结束联合记者会了后。Одразу по завершенню наших перемовин в Києві у місто полетіли російські ракети. 5 ракет. І це багато що говорить про справжнє ставлення Росії до глобальних інституцій, про намагання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керівництва принизити ООН і все, що організація уособлює.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则伫记者会顶悬承认安理会无法度尽到义务去阻止停止这项战争，已经是失职。古提瑞斯表示讲，联合国目前已经向340万人提供援助，未来会刷咧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嘛会紧要伫南部港市马里坡来开设人道走廊。We will not give up. As we keep pushing for a full-scale ceasefire, we will also keep striving for immediate practical steps to save lives and reduce human suffering. The yeas are 417 and the nays are 10. The bill is passed. 美国众议院28日天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法案，安尼嘛，互这个出口军事装备互俄军侵略的国家变得更较简单。安尼嘛，呈现二战期间协助出口军武打败希特勒的租借法案。In order to sustain Ukraine as it continues to fight, I'm sending Congress a supplemental budget request. It's going to keep weapons and ammunition flowing without interruption to the brave Ukrainian fighters and continue delivering economic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the Ukrainian people. 美国总统拜登第28宣布讲，会向国会来提交追加330亿美金的预算，帮助乌克兰。伫咧这个内底有包含200亿美金是军事援助，85亿是经济援助，还佫有30亿的用伫咧人道主义的援助，嘛呼吁国会都要紧要来通过这项预算。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伫咧二战期间，德国纳粹伫波兰有打造一个奥许维兹集中营，上100万人参死伫咧集中营内面。波兰政府是背着伫咧这个集中营举办这纪念游行哀悼罹难者。这个是疫情爆发了后头一届恢复游行活动，早起到波兰的乌克兰难民要加入游行的队伍。波兰总统杜达甲参加游行的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加拿大、波兰在地人，也甲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众，经过二战期间奥许维兹集中营前往远义区的比克瑙毒气室，也甲纪念碑，行差不多3公里。今年游行队伍又把也活伫世间的人带头行。Jews were not the only one murdered 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 but anyone, regardless of religion or race, who was
against the Nazi Party was killed. 因为邻国乌克兰甲俄罗斯长期战争，大多数生存落来的人认为，乌俄战争的苦难，甲因当年承受到的折磨痛苦，根本都未比平哩。It's a different thing. We been surrounded by barbed wire, electric wire, and sofa take you out for work. 这是疫情发生了后头一遍恢复举办，其中一寡是逃去波兰的乌克兰难民。То,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много лет, и то, что мы хотели забыть. Оно сейчас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Украине. 27是以色列大屠杀纪念日，游行队伍内底看到以色列国旗，提醒世人有这个责任将大屠杀的历史流传落去。在波兰南方奥许维兹集中营是纳粹德国二战期间所建立规模上大、上凄惨的集中营。1940年4月27，在希特勒命令下建造的。1942年对犹太人规定杀害，一寡人奉枪决关入毒气室，也是活活让人虐待死亡。一直到1945年，奥许维兹集中营才由苏联红军解放，7000幸运生存的人被解救。估计二战期间差不多有110万人在奥许维兹集中营被杀害。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米粉起价了后，这印尼进前也宣布讲，樟树油也要禁止出口的消息，随后国际顶头食品油随来起价。南韩大型连锁卖这鸡扒钱业者为着要反映成本，也拢宣布起价，一份鸡扒钱爱卖到大票700块，真侪民众拢话讲安尼伤过贵啊！这间伫首尔家庭式的小餐厅，煎鸡肉是因的手路菜。这个一桶18粒，用来煎鸡肉油，一年来计销是起要1倍，一桶是起到5万块的韩元。这嘛是应该爱重复使用省成本，或者是爱调整计销来保持品质的。头家娘是头壳摸咧烧。 기름 좀 더 오래 쓰고 이러면 뭐 이게 비싸니까 이 정도 뭐 일주일 쓰던 거 뭐 2주 써야지 이렇게 하면 그 맛이 맛이 차이가 생기잖아요. 음식적으로 맛의 차이가 생기는 순간 손님이 안 오거든요. 어떻게든 버틴다고 버티고 있었는데 지금 이제 기름값까지 또 인건비가 뭐고 다 올려놓고 또 기름값까지 올린다고 하면 저희 입장에서는 어쩔 수 없이 뭐 가격 인상을 할 수밖에 없는 부분이 되는 거죠. 南韩去年进口的加油总量有到22亿的美金，有3成是山樟油，内底56.1%是为印尼来的。 43%是为马来西亚来的。从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爆发了后，日头花油、山樟油，还有沙拉油的国际机会计销是大起。印尼卖山樟油的生理人开始集中外销，地区国内是大欠货。印尼当局出手介入市场，宣布禁止出口。南韩全国性大型连锁煎鸡肉的业者，可比桥村 F&B 甲 BHC， 早就已经大声调整计销。现在占市场头坎的 BBQ， 顶礼拜嘛宣布要起价。 为5月初2开始，菜单店馆的计销会起1成，按算规模较细的食品连锁店卖底咧起价，消费者话讲是强要记载袂掉。 한 마리 3만 원은 현실적으로 좀 많이 부담돼서 이 정도면은 진짜 치킨이 아니라 닭을 기르고 기름을 집에서 뭐 어떻게 따로 해봐야 되지 않을 정도로 심각하게 좀 다가오는 것 같습니다. 3月份食食的计销比1年前是起6.6%，创下24年来起上强的一届。通货膨胀已经达到10年来上悬点。南韩当局烦恼讲，目前若是继续安尼直起去，成本通货膨胀会进一步扩大做预期性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冲击会变搁较大。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美国北京发起未来网际网络宣活动，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代表台湾出席，答应会促进开放、自由、安全的网络，也可台美合作关系来加深。另外，美国推出着印太经济架构，咱台湾敢会当加入呢？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伫咧听证会顶头表示，袂甲台湾排除在外。 背景是台湾地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代表政府参加美国白宫召开的未来网际网络宣言的活动，甲其他50外个国家共同签署宣言，答应会促进一个开放、自由、可靠、佮安全的网际网络。台美关系即嘛愈来愈好。总统蔡英文早起接见北美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时阵指出，扩大来台湾投资、国际市场，还有深化台美的关系，是未来3大施政的目标。那我们在台美关系上能够创造出这么好的成绩。 在座各位都是重要的推手，那么未来也要请各位继续发挥影响力，继续当台湾和美国政府、国会、企业之间的桥梁。
美国印太经济架构就要成立，台湾几啊届表达参与的意愿。美国国会嘛呼吁，爱甲台湾包括在内。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内部的看法是无啥共款，台湾敢会当参加也无一定。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日伫听证会表示，袂排除台湾。This agreement is going to be open, it's going to be inclusive, and we're just in the process of launching it, including beginning conversations with a number of countries as potential partners, and there is nothing that is closing the door on anyone, including Taiwan. We're just not quite there on previewing the agenda yet. Obviously, the president's position on Taiwan has not changed. He will certainly restate it during this meeting. 美国总统拜登5月20至24会头一届拜访亚洲，会甲韩国的尹锡悦、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还有参加4边安全对话领袖会谈。到时敢会讲到台湾议题？白宫回应讲，议程也未完全确定，不过拜登对台湾的立场是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伤痕会当讲是规世人的痛，甚至这痛会延续到几落代人。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引起外界关注，促转会伫29举办咱的明治公园中正纪念堂园区转型设计展，公布4组设计团队提案。促转会也伫咧会当表达构想，主张甲规个建筑物保留落来，改做是民主历史纪念馆。不过这内面的当商就爱刷走。这个过程就是说，这个选题它本来就是有各种可能性。小计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方向，促转会5月底任务就要结束，特别请来4组设计团队提出转型构想，其中有包括以建设的良心做主轴，改变当上的铺排等等，让大家来想象。促转会伫记者会嘛提出建议。这个堂体要做一个民主历史的一个记忆馆，那这个记忆馆，我们希望它是可以铭记台湾还有国际从不民主走到民主的历史经验。叶凤玲表示，因为民主嘛是会衰落，所以希望把民主历史记忆馆当作反省维权的教材，嘛希望规划相关的技术展览区，通甲两厅院的基本性质相像，有会白色恐怖受难者错宽路，嘛表达无论空间安怎改造，因甲家属的诉求就是医毒当上。同体移手里面以后。这个政党轮替是常态之下，不断在变革以后就不会在那种争议性情况这个产生。针对各种的提案，与会立委嘛表达，即卖想法拢是纸上谈兵，会想看卖安怎协助落实。促转会嘛讲，举办展览是要互外界知影讲，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就亲像马拉松，伫因的任期结束了后，会甲推动转型的汇报交予行政院，搁做后续的处理。记者陈亚文、小凯台北采访报道。囡仔是真侪爸母的心头肉，也因为这疫情关卡，为着病囡仔是愈来愈侪。不过要替囡仔做快筛是无遐简单的。咱拢知影讲以食爸母心，咱来看花莲主治病院为着要安打囡仔，和这个甲采检的医生呢，伊是治着这古水面具，和这个囡仔变甲袂遐尼紧张。这是花莲主治病院外口大型的体检站，因为囡仔去胃着的情形愈来愈严重，不少家长拢带囡仔来做快筛，因为做采检都要把棉仔机弄入去片仔内底，所以真侪囡仔拢会感觉紧张。怕会流鼻血。做过快筛吗？没有。第一次啊。这个大概是第4次了。哇，你做过4次这么厉害哦？那会不会痛？为着安打囡仔的情绪，主治医疗团队特别做一系列红仔的面具，让医疗人员挂咧替囡仔做快筛。那我们希望他们尽量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卡通图案上面，这样子。那我们在采检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反抗、那么抗拒，我们采检会比较顺利，减少一些流鼻血之类的受伤事情，这样子。另外，护理师嘛伫咧现场，教囡仔伫咧厝内做体检的方法。家长虽然是真感谢医护人员这么用心，不过嘛讲真嘛根本就买无快筛试剂。现在快筛已经用实名制了，还是买不到？买不到。差不多好像那个药房说9点的是买不到了，还是抢购光了哦。对。目前花莲拢总有63间药房，甲5间卫生所有咧卖居家用的快筛试剂。不过一间药房一天敢若有78人分，所以根本就无够。关府卫生局强调讲，徛命济才当实施尔，民众烦恼会买无才会烧钱来买，按算卖一段时间了后，就会恢复稳定。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快筛试剂是给需要的人去用，唔是买来囤货哦。也这快筛欠遐这实行了后，真侪民众3钱排队要去买这试剂。不过，伫咧新德县的北部甲尖石乡这两所在，这是因为这个因当地药局卡手无够，本地是无都配合政策的。不过卫生所也无配到这快筛试剂，落尾卫生局有去协调，总算有药局愿意来倒赔啊。一大早，市区药局门口就民众排队准备要买快筛试剂。新德县有90多间健保药局参加这届徛名制快筛试剂通路，不过在北部甲尖石，却因为当地药局人员无够，无多配合，民众根本买不到试剂。家乡买不到，然后我刚刚还帮我那个去竹东买，这边又有很多老人家，其实当地的其实那种年纪都已经偏长了，大概都60以上。然后所以他们其实都很害怕。当地的人力不足我们健保药局人力不足所以还在协调中。那也希望我们中央可以协助我们地方偏乡坚实的部分卫生所协助实名制快筛试剂的发送。新德县卫生局参地方药局协调了后，总算是解决问题。接下来等中央配发试剂。当地民众得当就近买到快筛试剂。经过我们的协调也都同意加入那现在就是等中央配发快筛试剂下来就可以让北埔乡、尖石乡的乡亲就近买得到快筛试剂疫情继续短，快筛试剂成做日常生活必需品，真侪民众拢想要尽早买到。目前新德县市各地药局拢是点外钟左右就卖了啊。记者刘君豪新德报道。时代力量家己党部今日甲工会代表召开记者会，因讲市民有反映讲，这家己市政府为什么无劳工处，说是由社会处来处理这劳工的问题，而且家己市劳检处罚的比例是全国吊车尾，呼吁政府应该爱徛伫劳工这边协调。屏东县就是我们台湾的西部地区，14个县市里面，现在只有嘉义市是社会处。时代力量家己党部邀请工会代表开记者会，讲家己市无专职的劳权单位照顾家己市的劳工。以在市府目前社会处的这个部分，他没有办法有所谓像其他地方的主管机关是有劳工权益基金，可以协助劳工进行后续的一个诉讼的一个动作。为什么全国平均以去年来讲19.16，平均每5场的劳动检查就会有1场开罚，到我们嘉义2.38，平均每40场才1场开罚。社会处目前有2个科专门负责处理家己市的劳工问题。社会处表示，因伫劳动部的评比拢有得到肯定，劳检开发的比率不应该是成效好坏的参考。可能2个科室搞不清楚这到底归属谁，那在那边拖延宕，那我的权益就受损了嘛？我觉得基本上只要发生事情找到人，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们的劳检都只是针对劳资违反劳动基准法，或者是就是那个一些性别平等工作法等等的这个部分。对，那其实我们的劳检的数量，我们1年大概有700多件，已经比我们邻近县市还要高了。社会处强调，目前家己市政府局处的规模已经满，要另外独立性劳工的局处，嘛需要议会甲市府共同规划，要维持目前的编制，维护劳工的权益。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财团法人职业灾害预防甲重建中心今日举行挂牌典礼，劳动部长柯明春表示，未来中心会推动职业灾害预防、职业灾害劳工保护，也有重建职灾劳工登到工课场的服务。红布九落来，劳动部关注成立的财团法人职业灾害预防甲重建中心，29举行揭牌典礼。兼任中心董事长的劳动部长柯明春表示，未来中心会推出职业灾害预防、保护职灾劳工，甲重建职灾劳工，帮助登去工课场的工作。预防的部分跟重建是比较弱一点。未来这个中心的工作，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职灾的预防上要全加强。一个劳工他职灾受伤以后，他其实希望的是能够赶快重返工作岗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有时候
政府给的一个协助是不太够的哦。未来这个中心也会在这里这个部分加强。柯明春表示，希望中心未来会成做企业、劳工、社会大众三方的好朋友。但是，长期接触职灾劳工的工商协会表示，拄到职灾的劳工，长期工课场了后的工作状况对中过去嘛做了不够。可能需要一些职务的再设计啊，这些针对他回到原来的职场做原来的工作的这些设计才是最重要的。可能有失能的状况，心理上这些也会有受到创伤。当然，现在新的法也有这些，但是我们会觉得说还是远远不足。协会表示，中心有偌大的权力也是问题。中心若是无充足的权力，要协助职灾劳工转去工课场，可能会拄到企业的刁难等等，这拢是未来中心执行业务时爱阁观察的部分。记者郭君夏桂林新北台北报道。在咧清朝时代就起起来的屏东孔子宫庙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也因为这茶拢后期变作是危险建筑。屏东县政府开1年多的时间整修打是完成了，即马也将做屏东市院的园区今仔日对外开放。顺德日清这个是咱蒋经公伫68年的时阵爬过去，伊是亲手所写，唔是人讲出一个名尔。修复完成的屏东书院维持原底孔庙建筑，至今特别桥解遮的地质文化跟两边的医门。那你们它的圆，你如果没有规跟矩的话，没有办法成方圆。所以讲入这个门呢，就是爱了解规矩，要来学规矩。屏东书院是1815年起的，清朝伫台湾虽亡起袂少书院。即马南部敢若春凤山甲屏东2间，毋过因为落雨甲白下，书院内底真侪茶拢烂去。屏东县府开5000多万，去年开始大整修。一年甲迄厝甲拆好开，才知影几间对几支茶有烂去，厝甲摕来换。即种物件佫袂当用钉去钉，所以内底嘛是佫用迄个按传统的迄个木造的方式，拢无用着钉啊。即马毋但孔庙修复完成，甲所有的新竹牌仔刷去后壁，两边互能改造成读册空间，开放予游客。另外边仔的游泳池拆除，保留看台改造石坎水墙，阁有一间免费的读册中心，互古籍除了祭孔，嘛会当成做民众来行搭散步的好所在。记者陈嘉文为做屏东报道。在咧台南市的南区有一个所在，号做四昆新，也叫做下昆新。当地唔但保留着古早的地名，而且这个所在也真有古味。最近社区就利用一寡废弃物来装塔巷仔，互伊变甲真有特色。咱做回来看卖。台南市南区的四昆新有较早渔村的特色，当地除了有渔村特色甲红树林以外，当地社区的民众也非常重视环保，因着用一寡废弃物做设计，来甲这有古味的巷仔装塔，增加另外一种气味。甚至有甲现代材料泰路重新再利用做一条椅啊，互民众行到脚酸会当坐来休困。这个大部分都是小朋友自己所创造。那像坏掉的安全帽，那再把它重新做成壁灯。有些会用做水瓢。那有些会用蛋糕盒子，平常不用的一些材料然后再把它把它重新创作，让它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样。那有社区营造也含当地老庙四昆新灵山寺信仰结合，灵山寺防晒清水组署是当地信仰中心，常常举办宗教活动。伫街头巷尾当中，会当听到祖师公的传奇故事，也有热烈活动。社区营造成果，要互一个社区变较有特色，互环境增加文化气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有一个真爱画图也真爱跳舞的少年家啊，本地伊伫咧北部拍电影，就要登到伊的故乡屏东推广街头艺术。即马也伫咧胜利新村开店，定期举办创作展览，也会举办活动。来到屏东的胜利新村，会当看到这间厝有白色的壁，黑厝遐真有日本的气味。甲家入看有规堆的红仔甲蠓仔，饮料的吧台是工业风格。店里气氛甲规个园区是真无同，原来这是推广街头文化基地。我们这边主要在推广对街头艺术或者是其他方面，其实这边都还有其他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都很愿意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介意喷漆艺术、跳街舞的屏东少年仔林玉胜，较早伫北部做电影的工课，伊发现有袂少电影的人才拢是为屏东来的。而且即马科技介利便，无一定爱留伫北部，所以就转到故乡屏东开工作室，
佮争取到一块合法的喷漆历史区。从清创聚落开始，然后就大概知道说，屏东有想要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其实，在外面闯荡，都还是没有在家里来的舒服，就是回到一个家乡的土地的感觉。林玉成讲，伊自细汉就真喜意看漫画，漫画的分镜、场景甲结构是伊伫电影领域的启蒙。伊认为，不管是喷漆还是跳街舞，拢会当学到无共的创作技巧。林玉成也希望伫胜利新村这个景点，甲街头文化推广出去，找出更较侪人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有一个真特别的音乐活动，叫做可道音乐节。来遮表演的拢是一寡伫咧德科食头路的人所组成的乐团，因毋但有科技的头脑，也有这音乐的才华。鼓手、贝斯甲主唱，规个乐团是真拍拼伫练习。这是全球第4大无证烟厂半导体公司。这员工是真幸福，会当照因的时间甲兴趣来成立社团。其中内底的音社拄好成立10周年。为了招募更较侪新团员，每一年拢会举办2届的快闪活动，培育他们对音乐的敏感度，他们对表演的这些经验，可以让整个社团发展得更好，然后让这个音乐能够在不管是公司还是在科技业，能够一直在传承下去。2014年，由几个对音乐真有热情工程师发起的可道音乐节，为原本敢若3-4间公司来参加。到今年有超过20个乐团共同来参与，互介意音乐的科技人有一个完成梦想的舞台。假如今天没有可道音乐节，你花了时间练，花了时间玩，你可能表演机会都没有，对不对？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大家才会激发他们去组团。为第1届就开始参加音乐节 Handover， 团长 Rock 是写程式的工程师。伊讲，虽然逐工都是面对电脑咧做工课。不过创作音乐是上介大兴趣。我的创作就是有英文嘛，有中文嘛，抓来就是母语、台语。不过这种台语歌，不是咱在想讲听的迄种古时的台语歌，应该是较摇滚的台语歌。体这个字绝对不是科技人的代名词。虽然因伫高压的环境内底做工课，不过利用做伙练团，实现已经5万真久的音乐魂。时间不是完成梦想的借口，因的热情嘛鼓励大家勇敢追求家己的青春梦。记者罗秉祖、连新维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嘉南到新竹是对20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7度，也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